大家好，我係冰冰，各位 YouTube 朋友仔、老友記，今日要同大家分享最着數、最實用嘅生活資訊。大家要注意啦，政府將樂悠咭除咗平時搭車2蚊之外，由8月28號星期五開始，佢就變咗一張全城派錢卡啦。八達通官網宣布，今年828樂悠節正式回歸，今次仲大手筆啊！總共大派828萬現金回贈，只要你手上有張樂悠咭，去指定嘅餐廳、超市或者商戶消費，最高竟然可以賺到800蚊嘅回贈。本人嘅頻道冰冰隨意會介紹美食、旅遊、住家煮，請大家 subscribe、share、follow 埋我 Facebook 同 IG。而且今年仲新增咗一個隱藏玩法，大家可以再多攞額外福利。不過啦，千祈唔好一聽完就盲目衝去消費啊！今次活動裏面呢，其實隱藏咗好幾個魔鬼細節。如果大家唔小心踩中咗，可能嘟完卡1毫子都攞唔到㗎。今日呢條片幫大家將所有複雜嘅條款拆解成最簡單嘅3步賺到盡攻略。無論係你自己用定係幫阿爸阿媽留意，都記得一定要睇到最後。麻煩大家訂閱本人頻道，咁我就有動力拍更多片俾大家睇啦。同埋記得分享、點讚去長者 WhatsApp 群組啦。我哋而家即刻開始。好啦，我哋先嚟講最基礎嘅，每個樂悠咭嘅長者都一定攞到嘅現金回贈係點樣做？首先記低個關鍵日期，推廣期由2026年8月28號一直到9月10號，總共2個星期。玩法其實好簡單，響活動期間，你只要攞住張樂悠咭去指定嘅合作商戶實體店買嘢，記住單次消費滿100蚊港幣或以上，八達通呢就會直接回贈8蚊俾你。簡單嚟講就係買100蚊，實際上只係俾92蚊，相當於打咗個92折。而且每張樂悠咭喺成個活動期間，呢個8蚊回贈係可以重複賺取嘅。不過呢度就有第一個魔鬼細節，大家一定要留意啦。好多老友記平時去茶餐廳食個早餐40蚊，下晝食個下午茶30蚊，夜晚去買個包。你一日雖然消費咗超過100蚊，但係因為分開咗幾次嘟卡，每次都唔夠100蚊，咁樣係1毫子回贈都冇㗎。所以大家出門前就要諗定，去超市買嘢或者同屋企人去飲茶食飯，盡量夾埋啲單，一次過買夠100蚊先好去拍卡啊，咁樣先至算合資格消費，就可以賺到嗰回贈8蚊啦。今次參與嘅商戶非常之多，全港有超過130個品牌，總共7200多個消費點加入。基本上你行出街，諗得到嘅大牌子都有份。我幫大家歸納幾個最貼地、老友記每日都會去嘅熱門地方。第一類係連鎖快餐店，好似大家樂、大快活、麥當勞。平時一家人去食個午餐或者晚餐，好容易就超過100蚊。大家記得分開2張樂悠咭啦。如果你同老伴一齊，或者湊夠數先好拍卡。有啲商戶啦，現場仲有特價套餐，或者額外減幾蚊嘅優惠，可以同呢個8蚊回贈一齊用㗎。第二類係大型超市，例如百佳、惠康或者百佳旗下嘅超級市場。平時去買米、買食油、買廁紙，呢啲消耗品最容易儲夠100蚊。如果你平時買少少菜，只係花咗幾十蚊，呢2個星期就不妨一次過買多2-3日嘅份量，湊夠100蚊先好結賬。大家要注意啊，官方商戶名單好多啊。如果想睇埋其他零售店或者邊間鋪頭有冇份參加，可以叫仔女幫手去八達通官網 check 下，或者留意店鋪門口有冇貼出828樂悠節嘅海報。好啦，基本嘅玩法講完，而家就教大家今年2026年
最特別嘅隱藏雙重回贈玩法。今年八達通特別新增咗一個叫做嘟嘟賞嘅迎新獎賞，總共加碼到40萬。如果你之前未用過八達通 App 呢個功能，大家可以喺8月28號活動開始之後，叫仔女幫手打開手機嘅八達通 App， 裡面就有個嘟嘟賞專區。你只要喺裡面預先領取指定嘅八達通現金券，然後再去合資格消費，除咗原本嘅8蚊回贈之外，仲可以賺埋呢個迎新嘅福利，額外賺取迎新獎賞8蚊回贈。大家都可以預先下載定個八達通 App， 將你張樂悠卡嘅連結入去登記好，到咗28號星期五一開鑼，就可以第一時間搶券，盡早攞到啲優惠。所以有3個重要注意嘅事項，大家一定要記住啊！第一，828萬現金回贈係先到先得，額滿即止。雖然活動寫到9月10號，但全港咁多長者，如果大家都瘋狂消費，呢筆錢可能提早派完。所以想賺錢就要趁早，頭幾日就要行動，唔好拖到最後一日啦。第二，回贈唔係即時入落張卡度，你今日買完100蚊，張卡唔會即刻多咗8蚊㗎。官方指引寫明，合資格消費之後要等足7日，筆錢先會入落張卡度。第三，一定要記得手動拍卡領取。7日之後啦，你要喺9月4號到10月20號期間，用手機八達通 App 拍卡領取，或者行去港鐵站指定便利店嘅八達通服務站拍卡。如果你消費完，最後唔記得拍卡領取，到期之後呢筆錢就會俾政府或者八達通收返，咁就白白浪費啦。總結一下，攞定你哋嘅紙同筆，記住呢個賺盡3部曲。第一步，先開 App 領取呢個嘟嘟賞迎新券，額外賺多8蚊回贈㗎。第二步，去指定商戶買嘢，單次一定要湊夠100蚊先拍卡啊。第三步，消費完7日，記得去服務站或者八達通 App 手動拍卡領錢入袋啊。只要跟住呢3步，你嘅800蚊回贈就一定會拎到。希望今日呢條攻略影片幫到大家。如果你覺得實用，請幫忙點個讚。最緊要係轉發俾身邊嘅老友記、阿爸阿媽或者街坊群組，等全港嘅長者都可以一齊賺到盡。大家有冇計劃點樣消費呢？或者對呢個活動有咩睇法？歡迎喺下面留言話俾我知。好想知道我下一條片會去邊度同埋挑戰啲乜，記得留意我嘅頻道。今條片就到呢度，多謝大家陪我到最後。請大家 subscribe、like、comment、share 同埋撳埋旁邊嘅鐘仔。隨意出發，用心品嚐。我係冰冰，下次見，拜拜。